大家好，我哋係香港眼科醫院青光眼科。今日同大家講解一種青光眼嘅激光治療——內窺鏡下睫狀體光形術 （ECP）。青光眼係一系列令視神經受到永久性破壞嘅眼疾統稱，情況嚴重嘅時候，視神經線逐漸壞死，最終會導致視力模糊、視野收窄，甚至失明。現時治療青光眼嘅方法主要透過降低眼壓去減慢視神經壞死嘅速度。當藥物唔能夠有效降低眼壓嘅時候，就可能要進行青光眼手術。眼壓嘅穩定性主要依賴於眼睛內房水嘅生成量同排出量嘅平衡，而青光眼正係因為呢個循環失衡而引致。房水由名叫睫狀體嘅組織產生，進入後房，越過瞳孔到達前房，然後流出眼球，再回流到血循環入面。當房水嘅生成增加或者排出受阻嘅時候，房水就會喺眼內蓄積，導致眼壓升高，加速視神經嘅損害。青光眼嘅治療方法主要包括藥物、激光同手術三大類。激光治療係利用單色微細光束集中於組織，轉化成為熱量或者動能，以達至治療效果。激光治療嘅優勝之處在於快捷、無需住院、併發症較少、可重複應用、冇眼球切口非入侵性、術後恢復時間短、安全性一般較手術高。睫狀體光形術嘅原理係通過激光對組織嘅熱效應同光化學作用，破壞部分睫狀體嘅上皮細胞，以減少房水嘅生成速度。臨床上通常使用兩種方法，第一種係內窺鏡下睫狀體光形術 （ECP），一般會同白內障手術一齊進行。第二種係經鞏膜睫狀體光形術 TCP， 意思係激光從眼球外部通過眼白深層嘅鞏膜組織透射到睫狀體進行治療。TCP 包括以下兩類型：第一，二極管激光經鞏膜睫狀體光形術 DLTSC， 呢款激光嘅能量較強，視乎醫生嘅治療方案，可以用於比較頑固嘅青光眼。第二，微脈衝經鞏膜睫狀體光形術 MPTSCPC， 使用嘅能量比較溫和，可以用於視力較為良好而眼壓唔受控嘅病人。內窺鏡下睫狀體光形術 ECP 通常會同白內障手術聯合進行。ECP 系統係一個集照明、攝影、圖像顯示同激光系統於一體嘅裝置。喺白內障手術結束前，醫生會使用同一個手術切口放入內窺鏡系統，直視睫狀體並施行激光。治療終點係睫狀體嘅收縮同呈白色狀態。醫生可以根據病人術前嘅眼壓，選擇性咁逐個睫狀體進行光形，即係可以做到定量操作。一般嚟講，呢項手術可以於局部麻醉，即係眼球周邊注射麻醉藥物之後進行。病人通常唔會感到疼痛或者不適。內窺鏡下睫狀體光形術 ECP 嘅優勢包括：第一，治療過程中可以直接睇到並精確咁針對睫狀體施行激光，並可以通過觀察睫狀體對光形嘅反應，即時調整激光能量。第二，選擇性咁破壞睫狀體，對周邊嘅組織損傷較細。第三，可以同白內障手術或其他眼內手術聯合使用。第四，併發症發生率相對較低。而家我哋會講下激光風險。呢個手術通常喺局部麻醉下進行，意思係醫生會喺眼球周邊注射局部麻醉藥物。眼球周邊注射麻醉藥物一般都係安全及有效嘅。可能出現嘅併發症包括眼周邊同眼結膜浮腫、
眼球後方或者眼周邊出血同淤青，眼球破裂、洞穿，視神經受損，眼球發炎，例如眼內炎同眼眶蜂窩組織發炎。如果麻醉藥進入體內血液循環系統，可以直接影響心臟同神經系統，病人可能會感到頭暈、神志不清、腦神經麻痹。嚴重可引致痙攣、呼吸困難，甚至呼吸同埋心臟停頓，但呢啲情況係屬於十分罕見嘅。至於可能發生嘅手術風險，就包括相比於常規嘅白內障手術 ，ECP 同白內障聯合手術會導致更多同更持久嘅術後發炎反應。如果白內障手術期間發生併發症，醫生可能未能夠喺同一手術內施行 ECP。眼壓短暫性升高或者持續過高，需要重做手術或者接受進一步嘅治療。眼壓過度下降，引致視力模糊。持續低眼壓同埋相關嘅併發症，例如低眼壓性黃斑病變同埋脈絡膜脫離。角膜或晶體受損，或以往植入嘅人工晶體移位。虹膜炎、眼睛受感染、發炎或者化膿。眼內出血，包括前房積血及脈絡膜上腔出血，後者可嚴重影響視力。因為眼球裏面嘅各種衰退，手術之後視力惡化。交感性眼炎。嚴重可完全喪失視力。如果同白內障手術同時進行，請參閱白內障手術須知。而家講下術後護理同注意事項。手術之後，請按照醫生處方，按時使用眼藥水同埋眼藥膏，以減少傷口感染同埋發炎嘅機會。時刻保持傷口清潔，並避免捽眼，避免游水。建議選擇扣鈕嘅衫，避免着過頭笠嘅衫，以免因為衣服觸及眼睛而引致發炎。情況許可嘅話，多飲水同埋多食蔬果，以免便秘。如廁嘅時候，唔好過度用力，引致傷口並裂。避免咳嗽、搬寵物或者彎腰，令頭部低於腰部。而家嚟到術後嘅跟進。手術之後初期，患者一般需要比較頻繁複診，直至眼睛情況穩定。個別情況下，病人可能需要再入手術室進行跟進程序或者係手術。長遠嚟講，病人可能仍然需要長期使用眼藥水或者口服藥物，而眼內房水排出不平衡嘅情況喺手術之後亦有機會再次出現。如果情況未能夠受控，可能需要接受另一次嘅手術，以防止病情惡化。如果出現嚴重病徵，例如做手術嘅眼睛大量出血、劇烈痛楚、發燒、傷口紅腫發炎，或者傷口有大量分泌物等等，就要盡快求診或到就近嘅急症室診治。最後可能發生嘅風險或者併發症不能盡錄，難以預計嘅併發症亦偶有發生。個別病人嘅風險程度亦各有不同。如果你對短片嘅內容有任何問題，歡迎向你嘅眼科醫生查詢。